行過呢啲磚，你有冇試過腳一滑，心都離一離？唔係你論盡，可能係佢扇你一鑊金。觸覺磚原本係為視障人士設計嘅導航指引工具，但如今成為唔少人嘅跣腳陷阱。根據標準係要 P4 級，3個測試嘅結果呢都顯示係 P1 至 P3 級之間。特別係落雨嘅日子更係災難，天雨路滑，分分鐘就跣低。我哋唔可以忽視呢啲細微但關鍵嘅安全隱憂。觸覺磚嘅防滑性能必須要提升，先至可以真正發揮佢嘅守護作用。建議咗一啲比較慳錢又有效嘅方法咧，俾翻政府去考慮。咁所以我哋揾咗啲專家咧，就係去諮詢佢哋啦。我哋揾咗一種物料，搽咗呢啲嘢，咁嗰塊磚咧面頭咧就會俾佢蝕黑咗落去，咁就會令到佢咧面頭會有啲啦特特嘅暗紋。咁呢啲暗紋咧就會令到佢冇咁跣嘅。見到啦，呢個其實我哋叫擺除抗滑測試，工程人員咧會噴啲水啦，透過呢個擺除抗滑測試儀咧，就睇下佢噴咗我哋嗰個納米塗層之後咧，嗰個防滑度啊、防跣度有冇提高到。全港都換晒呢啲觸覺磚咧，係冇可能，成本都好高。咁但係如果能夠用成本較低、較慳錢嘅方法，亦都係一啲高科技啊、創新嘅方法咧，去改善到我哋觸覺磚跣嘅問題咧，其實就係即係相得益彰。呢個已經成為一個標配嘅時候咧，呢種咁嘅標配應該係安全可靠，而且係實用嘅。希望防滑方案加快落實，真正達到安全與便利並行嘅目標。城市中嘅細微關懷，往往存在喺呢啲小小嘅改變裏面，亦體現喺共同推動嘅每一個改善方案當中。